Telegram FB Pix 是一個用於創建着綠葉並集成 Facebook Pixel 的工具，它可以跟蹤訪問、點擊訂閱和取消訂閱 Telegram 頻道。該工具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面板，可用於生成和編輯無限數量的頁面，並包含分析跟蹤器，以監控廣告活動的效果。系統使用兩種類型的像素：瀏覽器端 JavaScript 和服務器端轉換 API。CAPI 瀏覽器端像素記錄頁面跳轉和進入 Telegram 按鈕的點擊，服務器端像素則通過 Telegram 機器人 FB Pixbot 記錄頻道的實際訂閱和取消訂閱。這些數據會回傳至 Facebook Ads， 幫助算法更精準地確定目標受眾並優化廣告投放。由於這種方法，訂閱成本降低，廣告效果提升，因為 Facebook 是基於真實轉化進行學習，而不僅僅是廣告點擊。首先，我們需要創建服務器端像素。我在這個視頻中展示了如何操作。接下來，我們需要複製頻道 it， 請進入 Telegram 的網頁版並複製其編號。現在我們開始創建落地頁，複製我們的頻道鏈接，選擇事件，輸入像素編號，點擊獲取信息，然後我們需要驗證域名。為此，我們需要驗證源標籤，複製我們的域名地址，進入商務管理平台的相應部分，輸入名稱並點擊添加。現在，我們需要複製這個源標籤並粘貼到指定的字段中。再確認一次，沒問題。點擊更新。第一個項目僅用於域名驗證，因此需要將其安裝到我們的主域名上。點擊綠色按鈕完成操作。太好了，現在該項目已經安裝到我們的主域名上。進入我們的域名，檢查是否已成功安裝。現在我們可以驗證域名，點擊驗證按鈕，並確認驗證成功。很好，現在讓我們正式創建項目。進入管理面板，再次修改設置，例如更改主題，選擇事件，輸入像素編號，重新獲取信息。可以隨時編輯內容，比如修改按鈕名稱，點擊更新，看到所有內容已成功創建。下一步，我們需要在 Telegram 機器人中註冊該項目。為此，我們需要添加頻道和像素。讓我們進入 Telegram Bot， 輸入頻道 it， 並註冊我們的像素，輸入編號，輸入 token， 開始創建廣告活動。重要的是，公司的名稱必須與項目 it 一致。輸入該項目，輸入公司名稱，選擇頻道和像素，點擊創建。讓我們將機器人添加為頻道管理員，以便它能夠接收申請並向像素發送事件。現在，讓我們確保鏈接是可用的。需要提交一條測試申請。我將使用另一個帳號嘗試提交申請，然後進入機器人查看潛在客戶日誌。很好，我們看到申請已提交，但 Facebook 的數據尚未傳輸。為了驗證這一點，我們需要添加 Facebook 自動生成的值。我將手動執行此操作，以確保一切正常運行。我們需要再提交一次申請。很好，讓我們再次查看潛在客戶日誌。我們看到第一條潛在客戶信息，下面是第二條。查看詳情，
我們可以看到 fb.click.id、Facebook Pixel 賬號 IP 地址 FBP、FBC 這些數據對於 Facebook 的優化至關重要。讓我們檢查事件匹配質量。可以看到，我們擁有所有必要的數據，質量評分在6以上的被認為是最佳的。進入分析部分，查看所有統計數據，包括訪問量、點擊量、訂閱數和退訂數。此外，你還可以查看點擊分析 IP 地址和用戶代理信息。朋友們，如果你想購買此軟件，請通過此 Telegram 地址聯繫我。此外，你還可以在 FBKILL 論壇上查看用戶反饋和客戶投放的實際效果。